的都市，霓虹灯闪烁，旧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变面子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啊，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酒啉好醉，饮好伊时时昏昏去。阿母，我入院的时阵，我的职务拢是别人甲我代理的。我即摆出院啊，当然爱赶去上班啊，安尼敢有毋对？对，你认真打拼，办公真伟大。啊，这新正年头连续3天，放阮2个孤单老人踮厝，安尼就对。阿母，歹势啦！啊，我甲文弟啊吼，无踮咧厝陪你，这是阮的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讲恁2个是孤单老人，安尼敢对？阮孤单吼是一个人尔呢。啊，爸吼规工拢陪你，哪会算是孤单啊？搁再讲啦，你甲阿爸吼拢遐尔少年着，哪会算是老人啦？吼，对无？对啦。阿娇啊，你敢知影我今日喙笑目笑啊，是咧笑啥？笑啥？你若有酒贪啉吼，就喙笑目笑。无喏，是我早起起来吼，我咧真足甲你安尼看，哎哟，我发觉吼，你今年哦比旧年加足水，加足少年的咧。刘丁的啊，你讲这吼，敢是事实啦？当然嘛事实。阿母，阿爸敢讲袂毋对啦，那我甲文弟啊，嘛有这种感觉呢。好，文弟啊，对无？对无？对啦。我想吼，恁大家可能拢捌倒枵啊啦。我礼拜前递过，互恁做点心啦。多谢阿母吼。阿爸，是你透早较好啦。你看，他对阿母安尼气噗噗，我你讲2句话呢。哎呦，即马喙笑目笑，搁会煮点心互阮食。当然啦，文弟啊，我甲你讲咯，以后米粉啊，对你有啥物不满，你就用我这招，我保证你哦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阿爸，美云啊，我平常时学到你水吼，迄拢是真心的哦，迄甲阿爸的情无共款啦。我知啦。阿妈，你遐早就起来？哪有早？但恁阿爸甲阿母吼，透早就去菜市啊啦。对啊，恁阿母煮一寡糜啦，要来互你食，较歹冷啊啦。阿妈哦，来烫个小汤仔互你食。阿妈唔免啦，我若要食，我家己煮就好啊，你洗咧啦。来报爱，阿妈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了。啊是啥物代志啊？但你这回转来吼，厝内大拢真欢喜啦。但你敢有啥物拍算呢？有啦，阿妈，我即摆已经毋是过去的来宝啊，上起码吼，我会好好认真把牌做工过，绝对袂互阿妈失望。啊，安尼才对啦，安尼毋该是阿嬷的乖孙。你哥，你啊，来，我拢准备好势啊啦，赶紧过来食，今朝咱找我开始啊。歹势啦。哎呦，免歹势啦，紧来啦，紧来啦。以后大家来闹咧坐啊！哎呀，坐。无啥菜，凊彩食就好啦啊，意思搞了。阿舅啊嘞？阿舅啊，爱洗去洗头啦。来，敬你，祝大家吼生意兴旺，同珠海，财源广进啊，大三江。对，那这新年头，咱安尼开市，希
希望大家以后会当大趁钱。你都大太子啊！来，容易啊，容易。可以。我知影啊，恭喜！我就知讲恁今日开钱哦，我专工来甲恁恭喜发财啦！容易啦。恭喜！啊，我几啊，坐啦。来，遐坐。啊，今仔哪有闲来？煞毋知讲亲卡定会转来，讲伊嘛有人无爽快，啊要伫美国疗养啦，啊暂时啊秀英袂当倒转来，啊伊爱我来甲恁讲一声，互你毋通烦恼啦。啊，靠上是啥物病啦？啊人若老哦，啥物病嘛拢有。啊对了，这哦，秀英爱薪水啦，爱来收了。多谢。对啦，多谢。啊，刘丁啊，这位吼，就是阮秀英公司董事长夫人啊。嘿啦。阿蕊啊，我听人讲哦，迄好野人吼，目头拢较悬啦。哦，较早吼，搁捌嫌我柳丁生做歹呢。哎，但好野人哦，是安尼要创啥？哎呦，你搁咧扣分哦？卖啦，啊较早是我毋捌世事，啊开喙乌白讲，啊你有道有量，啊请你毋通生气嘿。啊，安尼啦，互我一杯酒，算讲我甲你道歉，甲你回息咧，好吧？嘿啦，认真诶。啊，人外贵啊，迄个生意毋对啊，啊，倒酒要甲你安尼道歉，来啦，捧起来，来啦！来啦，干一杯啦。啊，我酒啉落去啊，啊，搁生气无？无啦，无生气啦。咱推个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啦。对啦，公安上对啦。对啊。贵啊，啊，阮刘丁哦，平常时啊，真爱讲笑啦。啊，你哦，免甲囥当心肝来啦。歹势啦，来，我敬大家个用啊，啊，恭喜哦，新年头啊！那是你一个人在遮咧做工？我早就已经惯死啊。平常时虽然有真侪工人做伙咧做工，然过在心理上，我感觉是孤单一个人尔。即摆啦，较注重生活的享受，无过初五是无可能出来做粗工。等于厝的感觉真好，对无？无转去真少，我阁烦恼讲无迄个勇气踏入家门，因为过去我做过真侪讲岳爸母的代志，我实在无迄个资格，请因饶恕我，甲原谅我。啊，毋过我听到你讲，你若看到你过去大过迄几间破厝，你都好彩就看到家己老母同款。这句话，互我深深感动。回想过去，爸母对我的疼痛，虽然讲我的心情真矛盾，也毋过我终于还是决定转去一撮。想袂到讲，我的时代一声责备拢无，因颠倒用目屎甲亲情来宽容我这个不好囝，我才亲身体会到爸母疼惜家己的伟大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想我啥物？听你讲这个话，互我感受家庭的温暖。想袂到，我的这句话会当互恁一家伙仔团圆，我真欢喜。我今日来是专工要来，甲你表示感谢的意思。真多谢你。这个工课，你要辞掉是？等下我会甲领班讲一声，虽然讲是临时的初工，也毋过
我嘛捌踮遮流过真侪火汗，嘛捌听到关心我的人甲我讲知己的话，这点我永远拢袂将伊放互袂记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我知影你对家庭有责任，希望你会当好好的友好时代，重新开始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退的啊！这么暗啊，来宝大还袂转来啊？大概是去找因朋友啦。找朋友啊？敢会去找以前遐个歹朋友？免哪有可能啦？你无感觉讲来宝啊，即抓倒转来，安尼规规矩矩，伊啊袂讲过去找一寡遐有诶无诶啦。伊即回啊，受着遐经过教训吼，摕讲哦，重心要做好囝。我嘛是安尼想啦。对啊，来宝有甲你提起，伊有啥物拍算无？若倒转来，互伊慢慢啊考虑啦，你毋免遐尔急啦。毋知对做生意有兴趣无？叫伊先来店斗卖菜好无？斗卖菜，你煞袂记讲来宝安尼细汉时，定讲你笑我卖菜无出脱，伊要哪有可能讲回头来做即款无出脱的小生意？拢怪我啦！较早吼，干若知影等伊转来，拢无替伊想讲，伊若转来是要互伊做啥物头路才好。毋免想遐尔多啦，咱也无啥物能力通安排去做啥物头路，所以哦，你无需要想遐尔多。若刘丁讲一句话咧，紧事半办才会圆满。你哦，以后莫搁定来讲这个代志啦。毋拄哦，若去互伊听着，就是讲咱搁嫌伊哦无伫咧趁钱，安尼就唔好。我知啦。阿爸、阿母，我倒来。转来啊？有食暗顿无？我食饱，我今仔有去工地。你打算继续伫遐做苦工哦？遐个工课哦，工程已经完成啊，搁做嘛无啥物通好做的，所以我甲遐个头路已经甲死掉。我今仔去工地哦，是甲遐个领班说声多谢你。头路吼，我想讲让要搁找。对啦，恁爸讲吼，慢慢啊找，莫着急啊。这讲起来，拢爱怪我家己，无好好读册，大学考无掉，即摆想起来，实在足可惜的，嘛足后悔。来宝啊，过去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毋免搁拄讲啊啦。当然是讲若会当读到大学吼，比较找头路是较轻松啦。也毋过吼，咱即马这个社会啊，嘛有真侪头路哦，免去讲无人做。嘛有人真侪学历读无悬的，事业嘛是做甲真成功，家庭哦嘛过甲真美满啦。伯伯啊，听嘛。雨云啊，来坐啦，来这来宝啊，罕行啦。我吼今仔是有一件代志要来找来宝啊参详的啦。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我今仔去公司上班的时阵吼，有去找过阮主管，阮主管吼伊嘛答应以后会使互来宝啊来做监工。做监工哦？监工的薪水吼还阁袂歹。我是专工来问看，你毋知对这份头路有兴趣无？美云啊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这么爱关心来宝啊，来宝啊，做监工袂歹哦，你有介意对哦？阿母，做监工要有专业的知识甲经验，毋是我这款普通人会当做的。来宝啊，这你毋免烦恼啦，你会使先参人实习吧？你头脑遮尔好，应该真紧就会晓的。假使讲工程若是失败的，做监工的责任做大。这款工作是袂当勉强的。丽慧，真感谢你的好意。
真感谢你关心我。对啦，有啦，来宝啊吼，考虑阮就对啦。因为哦，这款代志哦，都爱有内行啦。万不你哦，若是有啥物差错，伊嘛惊讲是教对你无交代，对无？多谢啦，多谢你的好意吼。阿爸，阿母，阿爸，来，我来扫。来宝啊，啊你哪来遮啦？阿爸都要去挂会，我来扫就好啊。腿啊，我来扫就好啊。你先等外衫，通我去挂会啊。阿爸，豆豆桥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你顶诶，嘿，王弟啊，嘿，啊，什么风甲你吹来？爱行咧？敢唔知影讲，我昨日啉你一杯酒了吼，等于愈想愈唔对。现在哦，阿爸都无爽快。无啦，哎呦，敢唔知我这人个性吼，无爱人偏的啦。迄人啊敬我一两哦，嘿，我上无马害人一斤啊。我昨啉你一杯酒，所以讲我今日咯，害你一罐洋酒啦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好朋友咧歹势啥？我跟你讲，这款酒吼，对查甫人是有路用的呢，尤其是有年岁查甫人。啊，你讲安尼意思，毋就是讲我老安尼？啊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这款酒哦，足补的啦，会补身体啦。来，食起来，听咯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啊，昨天计请你坐啦，来来来，多谢多谢。我来去请，我来去请。坐啦。你食面无？我煮面啊，搁一包鸭肉请你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那什么山珍海味，我捌食过对吧？吼。弟弟啊，我看你这双手哦，生得白嫩啊，白嫩。有应该是咧卖鸭吧哦。我这手洗做安怎？这跟剁鸭肉有什么关系啦？你先看手相啊。淡薄啊。淡薄啊。你看。哎呀。你是咧做啥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替你可惜啊！你看，迄啊，毋是讲较早恁兜散车，恁爸母早过身，你无就继续读册，你即马哦早就做市长。哎呦，啊这你看会出来哦？嘿啊，豆豆姐，豆简单。哦，我甲你讲，你看，这条啊，这条叫做事业线。你若头前我咧弯弯翘翘，迄表示讲你早当年生活是真正艰苦。对。我你敢知？你这个人真乐观，真拍拼，唔知哦，目前这种安定的生活啊。哎呀，有准啊！你这倒去学的啦？哎呦，但我也无正式拜师啊。看在古早咧替亲戚来找对象时阵，啊，靠一寡好业人咧行搭，就简单学一寡啦。好，安尼啊，有安尼啦。你搁替我看一个这感情线。想要娶这伊哦？无啦，台湾这家伙爸母偌厉害，我食袂打啦。来，我看一。安怎啦？哎呦，恁某迄支喙哦，亲像机关枪，足刻薄搁足厉害你咯。哎呦，够准的啦！这连这你也看会出来啊？你看，这条啊，这条叫做感情线，啊头前这大条，啊行到中间变幼幼啊，迄表示讲你和恁某也捌足厉害的，啊你做人啊，做事业，拢受到这大限制。
对你足不利的呢。你两个在讲啥？玉啊，你入来讲一下，好啊，害我惊一个。我就是看到你两个在讲细声话，惊去甲你吵掉啦。有啦，安怎？啊，手看了真爽哈！人外贵也是咧看手相啦。啊，对，我袂记甲你介绍者，这就是吼秀英啊，未来大家啦。哎呦，啊，就是你讲过迄个好野人哦。对。无怪人会好野啦，连看手相这种唔正钱哦，伊也要趁了。哎呦，无啦，哪有啦？啊，好朋友看手相做参考，会收钱啦。小丁啊，嘿，他讲有准。哦，有啦，有准。真啥？讲了你无咬我这厉害，这人做水啊都受着。你爱别人，就亲像你爱我，安怎？